重要警示长辈应该避免的4种有害海鲜，以及4种应该每天吃以保养关节、心脏和皮肤的优质海鲜。你在新闻上看不到这些消息，你的医生可能也没有警告过你，但我们发现的事实令人震惊。4种常吃的海鲜正在对老年人造成严重伤害，导致持续的关节疼痛、胆固醇飙升、过早衰老和慢性疲劳。这些不是什么稀有的珍馐，而是全球各地的餐厅、超市和家庭中最受欢迎的海鲜，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食用它们，以为自己做出了健康的选择。那为什么没人讨论这件事呢？因为海鲜产业是一个价值数10亿美元的全球巨头，而这些危险的品项正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揭露它们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所以真相被掩盖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长辈在不知不觉中，每一口都在拿自己的健康冒险，以为自己吃得很养生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更糟糕的是，有一种强大却被低估的海鲜，可以重建皮肤弹性，缓解关节不适病，自然延缓衰老过程。但因为它无法产生巨额利润而被忽视了，没有人在推广它，它不流行，也卖不出好标题，所以被扫到了地毯下。虽然海鲜常被誉为最健康的食物类别，但一旦你过了60岁，现实就改变了。选错种类会悄悄加速你的健康衰退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影片中，我们要播乱反正，揭露对老年人最有害的4种海鲜，并分享4种你应该每天吃以保护身心的最佳海鲜。这不是基于潮流或个人意见，我们已经审阅了数十项科学研究和真实的临床研究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收看。我们很喜欢听到我们这群很棒的社群观众的回音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回复每一则留言。你的故事可能会帮助其他人避免犯下严重的错误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种，你必须立即停止食用的海鲜，特别是如果你有关节问题、高胆固醇或不明原因疲劳的话，有害海鲜。第4名，鱿鱼 squid。鱿鱼看起来像是聪明的瘦肉蛋白来源，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它实际上是一个伪装的重大健康隐忧。表面上它看起来无害，低脂肪、高蛋白，但在这之下隐藏着严重的胆固醇炸弹。仅3盎司，约85公克的熟鱿鱼就含有约198毫克的胆固醇，几口就吃掉了你每日限制量的65%以上。这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，是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，肝脏处理胆固醇的能力会变慢。在30岁或40岁时还能应付的量，现在会迅速在血液中堆积，这使得老年人面临胆固醇升高和动脉阻塞的风险显著增加。一项2021年发表在《营养学 Nutrients》期刊上的研究，发现饮食中胆固醇摄取较高的长辈，动脉硬化的几率高出43%。这是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危险前兆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他们发生严重被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高出31%。但风险还不止于此，由于还富含普林 （purines）， 这是一种天然化合物，在体内会转化为尿酸。通常肾脏会将其排出体外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肾功能下降，尿酸会积聚，在关节中形成尖锐的结晶，这就是导致痛风发作和关节肿胀疼痛的原因。根据老年学期刊 Journal of Gerontology 的一项研究，每周食用2次以上富含普林的海鲜，如鱿鱼的老年人，在2年内发生慢性关节问题的几率高出54%。
如果你一直把鱿鱼加入餐点中，以为它是健康的选择，那么是时候重新考虑了。对于任何60岁以上的人，特别是那些正在控制血压、胆固醇或关节疼痛的人来说，鱿鱼不仅仅是一个糟糕的选择，它还是导致发炎、僵硬和心脏负担的无声推手。如果你曾经在醒来时感到手指疼痛、不明原因的肿胀或血压突然升高，由于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隐藏的角色，请继续收看，因为稍后我们将揭开一种强大的海鲜，可以帮助逆转许多这类症状。但首先，让我们看看清单上的下一个危险：海鲜，有害海鲜。第3名，仿蟹肉，蟹肉棒。它可能看起来像螃蟹，剥起来像螃蟹，甚至带有那种熟悉的海洋气味。但仿蟹肉，也就是俗称的蟹肉棒，不过是一个行销高明的冒牌货。在它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是一种高度加工的产品，与真正的海鲜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是一种粘稠的白色糊状物，由于肉残渣通常是霞雪粉碎后，混合精致淀粉、糖、盐和人工添加剂制成，以模仿蟹肉的味道和质地。当它被塑形和上色后，它已经不再是海鲜了，它更像是在工厂里设计出来的海鲜风味零食。这就是它危险的地方。仿蟹肉让你的血糖飙升的速度几乎和糖果棒一样快。2020年发表在临床营养学 Clinical Nutrition 上的一项研究，发现与姜制品 surimi 引起的血糖反应与白吐司几乎相同。这是因为它富含快速消化的淀粉，如小麦粉和木薯粉，你的身体会几乎立即将其转化为糖分。对于控制胰岛素阻抗、第2型糖尿病或代谢症候群的长辈来说，这会使症状急剧恶化。同一项研究显示，每周食用3次鱼浆制品的长辈，其胰岛素水平是不吃的人的6倍。而且情况还更糟，一份仿蟹肉在还没沾酱油或奶油蘸酱之前，就可能含有超过700毫克的钠。对于长辈来说，高盐摄取量特别危险。随着血管弹性、偏差和肾功能下降，你的身体处理钠的效率会变低，结果就是高血压、水肿、头晕和心脏并发症的风险增加。而这一切都是由某种假装健康的食物引发的。仿蟹肉不仅营养空洞，它还具有主动的危害性。与野生虾或新鲜螃蟹等真正的带壳海鲜不同，鱼浆制品几乎不提供你身体实际需要的维生素、矿物质或 Omega-3 脂肪酸。如果你一直将仿蟹肉加入沙拉、寿司或意大利面中，以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海鲜替代品，请再想一想，这种加工产品与其说是营养来源，不如说是血糖定时炸弹。我们才刚开始而已。接下来有一种你现在可能就在冷冻库里的海鲜，可能更具破坏性，请继续关注我们。有害海鲜第2名，干贝 scallops 干贝或扇贝，通常被视为最干净、最高级的海鲜选择之一，口感鲜嫩、温和，看起来很健康。但不要被它们精致的外表所欺骗。这些贝类可能会悄悄地输送危险剂量的利卡德米，这是一种会在干贝这一类滤食性动物体内自然累积的重金属，即使它们是从清澈未受污染的水域捕获的。这意味着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新鲜或高品质，它们仍可能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。氯是一种人体不易排出的有毒元素。2022年毒理学报告 Toxicology Reports 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干贝每公克可能含有高达188微克的氯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公斤体重每周的最大摄取量为7微克。
对于一个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，几天内吃几颗干贝就可能把你推向危险区域或超标。更糟糕的是，力不仅仅是通过你的系统，它会储存在你的器官中，特别是肾脏。这对于肾功能已经在逐渐衰退的长辈来说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长期累积，力会损害肾脏过滤毒素的能力，导致高血压、疲劳和尿蛋白流失等症状。由于力暴露酶有早期预警信号，损害往往在变得不可逆转之前都被忽视了。你可能期望海鲜能提供滋养大脑的 Omega-3， 但干贝远远不及格。100公克的干贝含有不到30毫克的 EPA 和 DHAO、Omega-3 最有益的2种形式，与同等分量提供超过500毫克的牡蛎相比，这简直是九牛一毛。因此，虽然干贝看起来是一个聪明的海鲜选择，但它们提供的营养价值很低，并伴随着潜在的毒性副作用。我们还没结束，还有一种海鲜对长辈来说更糟糕。它很小，有弹性，出现在无数的亚洲菜肴中。但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，它可能比几乎任何其他海洋食物都更快地助长关节退化和心脏问题，别错过了。接下来是有害海鲜第一名，虾子 shrimp。它虽然小，但虾子含有大量的胆固醇，仅3盎司，大约只有1把的量，就含有约180毫克。对于6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隐忧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你的动脉自然会失去弹性，肝脏处理脂肪的效率降低，心脏变得更加脆弱。2021年循环 Circulation 期刊1向追踪超过700名长辈的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取超过300毫克胆固醇的人，其中风险增加了35%，患心脏病的几率比摄取量低于150毫克的人高出24%。但胆固醇只是问题的一部分。虾子含有一种叫做原基球蛋白 tropomyosin 的蛋白质，这对于老化的消化系统来说较难分解，它也是全球最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即使是终身喜爱吃虾的人，也可能在晚年突然产生过敏。事实上，过敏与临床免疫学期刊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的研究显示，近14%的长辈贝类过敏是在65岁以后开始的。症状从轻微的皮肤反应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不等。即使是这些反应引起的轻微发炎，也会使老年人的肠燥症、IBS、胀气和便秘等肠道问题恶化。还有更多，虾壳含有一种叫做甲壳素 chitin 的物质，这是一种坚韧的纤维化合物，即使在清洗后也常有微量残留。消化较慢的长辈可能会觉得这很刺激，因为它会导致胀气、绞痛和肠胃不适。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，今天商店出售的大多数虾子不是野生捕捞的，而是养殖的，通常来自缺乏安全法规的地区。养殖虾经常使用违禁抗生素处理，例如恩福沙星 （Enrofloxacin） 和土霉素 （Oxytetracycline）。2022年食品管制 Food Control 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，来自东南亚的冷冻虾中有超过42%含有这些抗生素残留物，这会破坏肠道菌群，助长抗药性，并损害代谢健康，特别是在老化的身体中。如果你一直依赖虾子作为健康的蛋白质选择，可能是时候重新思考了。高胆固醇、过敏风险、消化压力及有毒添加物，使得虾子成为60岁以上人群一个令人惊讶但严重的危险。但别担心，我们不只是来吓你的。接下来我们将揭晓4种应该成为
你日常饮食一部分的海鲜，其中一种能支持关节修复，减少慢性疼痛病，帮助对抗衰老过程。继续收看，你不会想错过接下来的内容。有益海鲜第4名，海参 Sea Cucumber。海参可能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它充满了你身体渴望的抗衰老营养素，特别是如果你正在因对关节僵硬或发炎的话。发表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上的研究发现，每天服用海参萃取物，可在短短12周内减少35%的关节疼痛病，显著改善灵活性。那么是什么让这个海洋生物如此强大呢？它含有称为3萜皂苷 Triterpene glycosides 的独特化合物，以其天然的抗炎作用而闻名。这些化合物有助于温和递减、轻疼痛，而不会造成非处方止痛药常引起的胃部损伤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海参是硫酸软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 的丰富来源。这种物至常见于昂贵的关节保健食品中，但在这里，它以生物利用率更高的形式存在。意味着你的身体实际上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它。最迷人的部分是，当海参在肉汤中式、当浸泡并慢炖或与药材一起烹煮时，它会保持其果冻般的质地，这是其天然胶原蛋白含量的标志。这个种胶原蛋白有助于恢复皮肤弹性和支持软骨健康，这两者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迅速下降。酶有花招，不需要昂贵的胶囊，只是一种能带来效果的原型食物。如果你希望能减少疼痛的活动，自然地支持你的关节，甚至改善皮肤紧致度，这种被低估的海鲜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关键转折点。每周将它加入你的汤或炖菜中1-2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可能会注意到活动更顺畅，皮肤看起来更健康，以及你以为已经一去不复返的精力慢慢恢复了。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另一种强大的海鲜，不仅能降低发炎，还可能有助于在细胞层面上再生软骨留下来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。有益海鲜第3名，绿唇贻贝 Green-lipped mussels。 这种来自纽西兰纯净水域、色彩鲜艳的贝类，正在天然关节护理领域掀起巨大的波澜。绿唇贻贝不仅富含欧米伽3，它们还含有一种罕见的脂肪酸，称为 ETA。这是一种强效的抗炎剂，超越了你在标准鱼油中能找到的效果。让 ETA 与众不同的是，它能够阻断一种称为5支氧合酶 5-lipoxygenase 的酵素，这是关节疼痛、肿胀和僵硬背后的关键诱发因子之一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贻贝正成为处理膝盖、臀部或一般行动不便问题的长辈的首选疗法。它们到底有多有效？2020年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，每天使用绿醇贻贝萃取物持续12周的长辈，关节疼痛减少了42%，活动能力提高了35%。但它们的好处远不止于关节，它们富含必需矿物质，如锌、碘、铁和硒，这些是你年纪大时身体难以吸收的营养素。特别是如果你的甲状腺功能迟缓或精力水平下降的话，想要获得完整的营养冲击吗？用柠檬、大蒜和香草轻轻蒸煮它们，以保留其抗炎精华味道，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鲜味，是取代另一瓶保健食品的美味选择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这些建议有帮助，别忘了按赞影片、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自然提升健康的机会。接下来，一种营养密度极高的强大海鲜，科学家称之未老化关节的液体软骨
你绝对不想错过接下来的内容。有益海鲜第2名，牡蛎 （Oysters）。如果你感到持续精疲力竭、发现头发片稀疏、指甲片脆或愈合片慢，牡蛎可能是你身体渴望却被忽视的超级食物。把这当作是大自然在海洋中培育的补品，富含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而越来越难获得的高吸收率营养素。这里的主角是锌，而牡蛎含有大量的锌，仅仅2颗中等大小的牡蛎就能提供你超过1整天的需求量，这非常巨大。锌支持免疫强度、荷尔蒙调节、大脑敏锐度和伤口愈合，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往往会下降的领域。问题在于，随着年纪变大，你吸收锌的能力会急剧下降，而且通常没有症状。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，近40%的60岁以上成年人缺乏锌而不自知，这增加了他们生病、恢复不良，甚至味觉和嗅觉改变的风险。但锌只是故事的一部分。牡蛎还提供强大剂量的维生素 B12， 这是大脑健康和能量的必备品。过了60岁 B12 水平可能会直线下降，导致疲劳、健忘和神经损伤。事实上，2021年营养与健康老化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y Aging 的一项研究显示， B12 含量低的长辈认知能力下降的几率高出 73%。幸运的是，仅3盎司的牡蛎提供的 B12:1整块牛排还多，而且好处还在继续。这些贝类含有高量的硒，可以保护你的甲状腺和免疫系统。还有铜，这是一种鲜为人知，但对强健骨骼、健康皮肤和红血球生成至关重要的营养素。接下来是一种比牡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洋疗法，它在古代医学中已使用了几代人，现代科学现在证实了它能在短短几周内缓解关节疼痛、治愈消化系统病、恢复组织健康的能力，而且它不适于你可能从未尝试过它。请继续关注我们，最好的还在后头。有益海鲜第1名，海藻 Sea Moss 爱尔兰海藻，这可能是对于任何60岁以上的人来说最被低估却最强大的海洋超级食物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鲜，它不是鱼，不是贝类，甚至不是甲壳类动物，它是一种称谓。Sea Moss 的海生植物通常被称为爱尔兰海藻 Irish Moss。虽然它看起来像普通的海藻，但这种海洋宝石含有超过90种老化身体渴望的微量矿物质，像是钾、硫、镁、硒和铁等营养素，全部都是身体可以立即利用的高吸收形式。与通常无法被利用就排出的合成维生素不同，海藻能在最需要的地方提供益处，但真正让海藻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胶原蛋白促进能力。它不直接含有胶原蛋白，但它富含身体自然生成胶原蛋白所需的构建模块。凭借维生素 C、硫含橡皮氨酸 proline 这样的氨基酸的强效混合，海藻有助于支持胶原蛋白的重建。这至关重要，因为你的身体在60多岁时，胶原蛋白的产量会急剧下降。胶原蛋白的减少就是为什么你会注意到皮肤松弛、关节疼痛、愈合偏慢和消化减弱的原因。幸运的是，海藻可以帮助逆转部分衰退。2022年海洋药物 Marine Drugs 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将海藻加入日常饮食的长辈，在短短8周内，关节活动度提高了37%，皮肤保湿度和弹性改善了近30%，而且不需要依赖合成药丸或乳霜。如果你目标是带着力量、清晰和韧性变老，这种海洋植物可能正是你健康养生中缺失的一环。
让我们将焦点转移到你的消化健康上，因为海藻在这方面也真的很出色。它富含黏液 mucilage， 这是一种天然的凝胶状纤维，会在你的消化道内形成一层舒缓的屏障，这有助于减少发炎，修补肠道内壁的微小漏洞，并滋养你的有益肠道菌群。结果就是更顺畅的消化、更强的免疫力和更敏锐的头脑清晰度。如果你正在因对胀气、便秘、胃酸倒流或食欲不振，海藻可能是你一直错过的简单天然解决方案。但海藻不仅仅关乎肠道健康，它是全身的支持者。多亏了它天然的碘，它有助于保持甲状腺荷尔蒙的稳定，其钠和钾的矿物质平衡，支持稳定的心脏功能。它的胶原蛋白构建化合物修复关节和皮肤，而其抗病毒和抗炎营养素甚至可以支持你的肺部。许多人报告说，最快在2周内呼吸就变得更容易，鼻塞也减少了。没有其他海洋食物或补充剂能同时触及这么多系统，好奇该如何开始吗？这很简单，将前造的生海藻浸泡在纯净水中12到24小时，直到它片软膨胀，然后将其搅拌成滑顺的凝胶状。每天在你的果昔、草本茶或汤中加入1到2汤匙，但千万不要煮沸它，否则你会失去大部分的矿物质含量。它是完全植物性的，对你的系统很温和，而且出奇的有效。即使是每天少量摄取，也能显著改善你的精力、皮肤、消化、肝关节功能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想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一种强大的工具，那就选海藻吧。它看起来可能不花俏，但它是你能喂养身体最完整的修复性食物之一，特别是在你60岁及以后。现在你知道真相了，海鲜要么是在帮助你的身体愈合与茁壮，要么是在每一口中悄悄地破坏它。一旦过了60岁，你的身体就会改变规则，消化变弱，关节开始退化，愈合需要更长的时间。在这个阶段，你吃的每一餐，要么是愈合的燃料，要么是隐藏的威胁。所以在你滑过去之前，花点时间。如果需要厘清的话，再看一次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身边有人仍然相信虾子是个聪明的选择，请分享这部影片给他们，这可能会让他们免于多年的缓慢无声的伤害。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今天清单上的哪种海鲜最让你震惊？你试过海藻了吗？你注意到了什么改变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阅读每一则回复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回应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点击订阅。我们会分享针对长辈的实用、有研究支持的健康建议。留言告诉我们你的年龄以及你从哪里收看。我们很喜欢听到我们这群很棒的社群观众的回音，请保重身体。